即字对歹势，人教育部讲即字爱读位，安尼有教歹囡仔大细无？意思呢是往某方向前进。即字从白音读位，有伊位，加声位。为字形来看，即字从有一对人伫行前后跟随的意思，所以即两字相通，拢会使读对，一对人的对。两字嘛拢会使读位，嘛拢会使读文音的从。为头开始学写字，对遐行过来，位对两音拢有人读，正确爱安尼读的对。教育部则对不起的颠倒乱用，看会出来吧？你看，咱字就安尼写，清楚，阁无人会误会，是吧？为头开始，有朋友为远方来，即集学写的字。